来即摆市面上所看到的，不管叫做野莲，或者是水莲，9成以上拢是高雄美浓出产的，一年来创造着3亿的产值。也毋过，伫这个背后是有真严重的欠工的问题，所以用买每一户农民拢非法累请外籍移工。这个移民署最近动员抓人，有不少的农民是甘愿互罚钱，因为若是合法申请的工人，薪水就要付真悬，而且一礼拜休2天，搁见红倒休，根本就无符合着农事无用的需求。农民是希望政府会当赶紧来引进着长期的移工，协助农民来解决着欠工的痛苦。移民署来到高雄美浓水莲产销班，非法移工拢甲领起来，这拢是农民违法请的，虽然唔对，但是缺工的问题一直拢无法度解决，合法申请的人力，农民无想要爱。你还没有进来，你知道他愿意说，4、5点就起来做。美浓是全台种野莲上大宗，你所在每一寸伊背后的当讲拢有非法移工所付出的努力。这班野莲非常辛苦，一工就爱浸伫水内6点钟，本地人无想要做，但是合法申请的移工就爱周休2天，无用的时阵真歹配合，只会当无险将脑筋动到非法移工的身上。即卖因的，还佫会当安怎做？就只会当啥物拢卖做。就是有多少少，也没办法听到。我们希望能够中央能够协助我们地方有某一些产业类别能够引进长期性的这个外劳。知影农民的苦衷，承诺会持续向中央反映，希望会当定出符合农民需求的配套。业者可能要认真去思考，他的工作是不是要做一些调整。外劳不愿意调度到野莲产业，这也是很有可能的。对农民来讲，拢希望会当赶紧有合法、高适合的移工来斗3工，安尼才会当真正解决无用的时阵欠工的问题。